70年代嘅香港點解改變咗一代人？70年代嘅香港係一個真正起飛中嘅城市，經濟開始穩定增長，社會結構亦出現明顯轉變，影響咗整整一代人嘅人生軌跡。首先，工業發展成熟，工作機會大量增加，唔少基層家庭第一次出現穩定收入，子女可以讀書，唔使太早出嚟做嘢。教育開始成為向上流動嘅重要途徑。其次，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公共服務，公屋數量增加，9年免費教育推行，醫療制度改善，令市民生活質素明顯提升。對好多家庭嚟講，呢個係第一次感覺到生活有保障。70年代亦係香港身份開始成型嘅時期，廣東歌、電視劇、電影興起，本地文化開始被大眾接受同欣賞。香港人開始覺得自己唔只係過客，而係屬於呢個城市。呢一代人由窮轉向穩定，由不確定走向希望。佢哋嘅努力為下一代鋪好道路，亦塑造咗香港勤力、實際、向上嘅核心價值。